台湾今年爆出真侪件 MeToo 事件，才总算推动性平3法的修法甲三读通过。12月初10就是国际人权日，有真侪妇女团体甲民间团体今仔日就举行记者会，呼吁总统的参选人要提出全面防治性别暴力的证件。 自今年5月开始，MeToo 事件直直爆出来，真侪受性骚扰、性暴力伤害的被害者勇敢站出来，讲出因的创伤，才总算推出性平3法的修法三读通过。不过，侪关注性暴力议题的民团指出，目前的政策无够全面，呼吁政府和总统候选人未来要设立性别暴力防治办公室和电库，来研究国家政策，提出防治计划等等。在实务上，互相彼此切割的非常厉害哈。那比如说，就是这是某某部会的事情，这个不会是我们部会管辖的一些事项。因此，我们希望成立的这个国家防治的这个办公室，它需要具备什么？需要具备的是跨部会的协调的能力。 连关新媒体的传播方式愈来愈复杂，所谓性暴力的案件嘛增加真多。根据卫福部公布的儿少性剥削案件统计，这3年平均有7成的案件是透过网络发生的，包括网络拐骗性影像、性侵害、散布美味性影像等等。民团要求政府要投入预算和人力来保护儿少权益。 犯罪集团它可能是一个跨国性的一个集团，所以其实在这个性影像案件的犯罪侦查上面，也非常需要这个国际的合作、国际的连结。那缺少一个这个专责单位的时候，其实它就没有办法发展一个稳定长期的这样子的一个合作关系。那也容易使得不管是儿少性剥削的犯罪，或是为性暴力的犯罪的这个查缉被边缘化。 指控指出，总统大选的时间已经愈来愈晚，民团要求各总统候选人应该要提出防治性暴力的相关证件，嘛着承诺当选了后提关性暴力的防治经费和资源，来推动国家级的防治政策。记者卢尚如、郑俊佑台北报道。